一番マンゴーかき氷の美味しいお店です。ああ、そうなんだ。楽しみだ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くださいね。すぐに入りますから。はい。これ美味しい。すごい。やっぱりここに来た甲斐あったね。写真撮ろうよ。チーズ。好好吃哦。感觉很好吃，我们也去排排看。好啊。你去前面拿号码牌。68号。那2位都没有芒果冰。69号，69号。はい、はい私たち。ちょっと、じいさん。香老伟，一语无中，我是大家看我戏。点歌。这个人是老丁，我是小罗。没错，就是穿猫王装的怪咖老板。这间冰店是我的，这位来砸店的大哥的确是冲着我来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也算是我自作自受。该怎么说呢？做歹甲毋是放羊，从头到听人讲讲，就去到上做猫王，到落去袂变难养，上可无去管其上，成功计谋，为细汉开始投降。前跳人昂昂，前所在来去跳空，是到处跳人昂昂，我出身难度人用，个落去人变昂昂，相当人生成功的。我家老爸，哦，对不起，调个频道。讲到过去，就得用客家话才传神。我爸是新竹的客家人，伫清珠葱外表，当夜都会花青多的时间照姜的抹条拿毛。从细我就亲牛。唔伫做物街，计屁讲唱假话案例，我最拄唔掉嘅，就是我爸抹条那毛拍路嘅香。有数字切推子啊！阿公，那死死鬼啊！还心情那个饮茶，跟同阿拍路关的，哪敢都怪狗啊！你哪不好意思啊？哎，你狗他们就在有代毕业啊？要死看，那死阿公咧，看得叫来去哈，那更多系无？好啦，走啦！啊，阿公。好了，俺下21411有奖嘛？啊！阿爸，你下都喊奖哦。俺同讲啦，个城里人哦，看到214哦就欢喜，所以我多谢到了送本去啊。
啊，侬讲先做朋友，怎来讲善理，也总来做善理的要领，对无？对，6条。7条。条。哇8条。9条。10条。对，侬要多咯，啊？你乱有啦？这死死鬼的哈，甲帮叫我就骗阿钱啊！你老板冇发现了哦？阿生，快点叫来！全部把我呀，10条，5元元，我记得5元元咯。那个5元元个骗俺叫我，你嘛？此外地，我爸一直就会董事长，佢认为人爱出头天，就会有身份、有 TV。佢还讲，钱赚钱，怎会赚太钱？故说佢最好投资做生意，自家做董事长。那明天人吧，你硬要吹一讲生理啊？这等我弄帮我试看啦。哎，啊，处理哈，朋友请来讲生理啊。伊就点要转来啊？啊，今暝吼又买一条鱼的呢，等吃哦。啊，米亚转来吃饭啊？怎可能？这是衙妹，清传统嘅客家富人家，生强有10万，总系碌碌碌碌，一时都唔像好命嘅董事长夫人。总类健康电视科学小飞侠的主办女生系冇，好食饭嘞，饭可以白白的啊。这是牙哥，比牙太5岁，不过吃到像是太牙15岁，佢当无笑面，唔好老牙穷下了。牙妹总是懊恼佢，讲佢当乖，当什么？唔会抢牙按钮。阿爸阿忙转来哦。唔怕啊，阿爸吼，俺不着同伊讲生理啊，唔要转来，俺哋身心冇要紧啦。好，来。阿爸一直都会按呢，总系哦，对那杯老人高级饮酒。当然冇到请安张转，佢从头盘嘅改，讲佢接到几多有几多嘅生意。阿爸都攞俾少年嘅錢，捱到咩辦唔出來咧？哎呦，你生人面前你緊顧乜計喏？係點講啊？佢台北哦萬奈做嘅錢，哎呀，你很大病嘅話吼，我穿一刀就幾一刀，吼。唔是10萬多吼，行啦啊！有安好哈？哎，同講，那個台北的朋友已經同我安排好幾邊的生意嘅，到時候喺生意做上嘅話吼，俺家嗰個生活就會改善嘅，啊，真的啦！啊，算，不。
见啊！系啊。你们新搬来呀？几岁啊？哎，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边拍谁啊？拍谁啊？你看见了没？系啦系啦。我咩去看见呢？唔识笑。相當應情，先風雨。大家幾好，成功呢咋？高大香死啦！我看呀，當叔叔嘛，係咪？冇問題，我就先掉咯。阿超，我都想唔同你介紹成條路啦。唔講啊，驚我嚟探我迄個乜嘅國語啊。放心啦，我將來也係按呢，叫人就躺會識。孫太太啊，係將軍夫人，福家年黑多，你躺到幾險，攞手，你就夾夾過去，聽數甜茶，準備點心，真簡單啊。今日就先走咯，還要去 baby 打掃呢。阿超，都想呢，阿子生。唔使客氣啦。自摸，罗嫂，来，前来，罗嫂，你钱要先给人家。哎呀，可以很简单呢。多少钱？来，我最赢，换个位置会更好哦。哎呀，算了吧，再来多不一定啦。哎，我今天运气好嘛。先出这个，先出这个，茶泡好哎，等一下。你怎么弄这个？打了几圈麻将，大家都饿啦。去拿蒸笼把包子蒸上。蒸笼包子。哦，我知啦，龍床係咪？等下啦嗬，等下。日嚟過到凍夾，外面淺淺的變做一個霧霾的。你看，你睇胡椒吧。這兩煞係我親好嘅朋友，阿盤老老乖。阿盤老愛強樣係客家人，老乖夾扒係馬來西亞嘅華僑，未講客話，夾尾嗬就係阿秋兒。講起來，強樣係客家人，就知道懂親切。黑板唔係表演，愛國歌曲就是體操國術，有夠無聊的，就屬我們貓王三人組最出風頭，哈哈哈哈！唔錯，我哋三人組一定要扣100，一戰神秒，奉命最好高。好，旗子搶好高，N2風多搶台北，搶台灣，貓王萬歲！貓王萬歲！做天王巨星係我高中時節嘅夢想，雖然唔係鐵嘅雜夢想，閒細嘅時節，咪想愛做素人本。唔過貓王三人組係鐵嘅雜執行嘅夢想。累啦，啱先啊！哟呼，美女，哎，哦，你啊，到底幾時要攏嚟安排聯誼啊？安排個太條啦。嚇，我太條。人安排聯誼哦，係唔通都不搞水木嘅。哦，要唔係我意思啊，天天，還有阿強、老阿潘。
阿潘，嗯哼，你干嘛你呢？哎，阿潘呐，潘，过来啊，我看。你好啊。你好。哎，美女，我走了。哦。王永贵，哪一名？迄本青菜行嘅咩？美女家爸係捱到嘅幹技，佢平常當照顧連沙，大家都嫌佢菜勁乾。蔡警官，哎，阿強，同人媽媽講安子生呢，選的工做得特別好勢啦，很奇怪咧，偏偏喺客家人，人媽媽輸贏又特別好啊。我記得講安子生啊，我謝謝蔡警官，蔡警官再見。再見。錢，好爽啊！錢俾我嘛，走。來，走。媽，嚟咗嚟。過世上到，哪個行嘅啲水木啊？俺不條送睇下吧。都是閒時候喎，要去閒才講。飯菜嘅聽噃，自家先。哇！阿爸識講嘛？我聊飯菜本件嘛？唔是，阿爸同人去講事情呢，唔是聊。阿秋爽吼，講要介紹成條路本來做。係先行啊。哦，好。不用跑了，到这边来集合。交互蹲跳200下，知道的过来。确实跳，看你们还敢不敢迟到。罗翔，来，过来。你还不进教室？你是不是想翘课？一起跳。包教官，要不是你叫我已经走进教室去了。为什么听教官的话的学生也要被处罚？这样不公平啊！强词夺理。看看你，服装不整，头发也没剪，不该罚吗？教官，服装不整是因为刚刚急着跑来，怕迟到，所以才跑出来的。你看我现在扎好，就是一个整齐完美的学生了。那头发呢？你头发那么长，分明就违反校规嘛！教官，这个头发是因为校庆表演时候要模仿猫王呢。你有看过猫王是剪平头的吗？怎么可能嘛！我这个头发是班导师特别恩准的啦。教官，你要明察秋毫啊！谢啦，教官，那我先走了，没事了，对吧？你是个大好人。你就不要被我抓到！你條亮衫哦，走成專門教訓媽咧，你還要翹課哦？唔是笑啦，係要那禮拜本教訓殺到嘅，早就大攤好些啦，教訓容易開會啦，到你下禮拜教訓嘅事行啦。係啊，也唔做，嘿，一定去死哦！好啦，講到教訓哦，因為表演嘅歌係含人練熟呢，佢又要翹課，做好嚟練一下。好了，等你下段工了，先去打演出，妒忌耶！好啊，然後唔得，唔出聲啊，保唔要更加失票。失爆嘞哦，真有演藝練功啊！然後一定要一腳10秒，聽見啊？哦，好。哎，等一下啦，給露水嘅演唱冇衛生啊，冇耳朵都是假咩？哎，媽，我轉來咧。哦，那如果按咁轉來咯，按冇條書嚟嘛？來到阿潘屋下失爆誒。我哋東英鎮連續好勁嘅表演，下禮拜俺哋就會上台唱歌誒。錯啦，按你好奇唔一樣嘅演藝會哈，我買是上呢關嘛，都要賺多錢哦，都交學費呀。
阿妹啊，我今晚結天愛買熱狗留煙腸，台北冇人愛食酸的乾啦。慢講啊，像佢當愛生人的媽媽吼，當愛生呢，啊我厝邊嘛做專門檔吼，專門夾別人衫啊。凊彩做到了。妈，我上體下班啦，你莫辛苦哦，做安阿嘛。是啦。好。哎，你等下，吼，身上迄公兩個啊，看看啦，迄你可能阿爸吼，都還沒轉來啊。媽，來唔出嚟啦，迄付唔到嘅話，會扣錢啦，我先走你啦。哎，生意呢吼，實在。我求伊吼，賺錢做來啦，我希望伊唔好講拿錢出去花都好啊。好啦，阿妹，我以前阿爸轉來啦，你唔好再個挑太醫嚟啊！啊，好緊的事情咧，我聽說阿妹買上嚟講嘛，係愛行啊，加準備呢。好啦，不過到時候賣唔出去，你唔好怪我哦。好啦，我出去聽阿爸。你們走啊！啊，這樣就對了啦。哎呀，羅董，你兒子在外面說家裡有急事，要你趕快回家。啊，那個事情咁多啊，我要你談泰山你呢？哎，你同他講哦，叫他趕快回去，要不然我開除他哦。哦。哎呦，羅董啊，莫安啦，不敢有事情請來，你客家轉去，我就開條生意哦，就好啊講，好冇？好冇啦？哦，好冇啦？羅董，把酒喝完再回去。啊，好了，下次再來找你啊！好了，哎，唔講啊，台上見啊，莫快住你啊！沒問題，一定賺錢的，沒問題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啦。哎呀，台上見啊！阿爸，你又是按追呢？哎，那冇事情的走了要做嘛咯？還在忙裡嘛？好了，賺你了。對啊。羅董，你還沒買單呢，別急着走嘛。買單，哦。是會破酒店的小姐，啊，唔是着來賺酒家。你一按不要發在心前頭，今日在酒家來數事，不要夾散啊！哎呦，我下，個做太神你哦，跟人講啊，看開眼了，你嘛，啊，個資料判得標，哦，唔怎麼上橋，好嘛？講啦，也比神你做得好些。啊，這太貴太貴了，個好些辦得冇問題了。所以啊，你講哦，看開眼了。看眼，嘿，你冇係啊！哎呦，跟員工啊不用給煙呐，就讓天公一冇錢吃飯呐。相當應承，成功結你知道要買？天窗嘅，高興嘅人，聽朝會想到青島西門，我叫貓王暗風神。不過貓王啊，到底做乜雞按到貓王啊？我係呢上唔嘅。因為啊，米記咩會青島，你當然就係貓王啦。真見嘅？當然係真嘅啊！你叫什麼樣多鳥？嚟查過嚟啦。天熱嗬，貓王千槍有一隻愛好，叫做 King。天熱啊，
可能哦，迄因为佮跳舞强强、亲像妹有关系啦。第三嘛，无第三啦，挨讲迄无作，上先挨出错咧。挨哦，要写新的迄 ICRT 本，记得 DJ 哦，听说伫个啦。按电声做嘛该咯？俺会呛你，难怪哦，挨隔壁嗰只蔡美女动中英英。哟，安好。莫言啊，唔好乱讲诶。我要去上水彩课，恢复唔到咧。杜迄今晚手熟啦，阿潘，我死打，我哋底尾度突出最好嘅集。喂，我 neighbor 蔡美女发图哦，几赞哦！系通讲，伊遐钓到嘅啲猫王嘅个诶，按拄好，我买了最新嘅卡带，这本遐就通啊。什么嘢啊？我真想去买。韩千 ，Walkman。係啊。我連買一條喇叭褲都唔曉樣品老奶奶開追咧，你買 Walkman 吧。來。你啊，小心表演啊，是压轴哦。蔡美女，你到底给她通好了嘛？哎，美女耶，当然好了哦，没有尖叫，怎么像猫王呢？对不对？蔡美女，蔡美女，啊，走开啦！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off my blue suede shoes. Let's go, cat. 美女来看，来 ，Join us, come on！ 哎呀，蔡美女，来呀！哥，做得这样系300球么？我去买一条褲嘅。 做唔得，做唔得！阿哥一天冇這樣嘅。媽，我好搞孝親，你做？唔講啊，我按多錢啊？一條錢咩時候扣錢呢？你講實你都講實你，你做乜搞起酒家？佢按多錢啊？人家歡迎緊唔掂啊！咁冇去搞這些吧？ 你有冇做得上生意咯？媽係唔掂啦，捱咩唔掂啦？捱都掂哦，賺錢當辛苦啦，捱都唔會做生意啊！你按你開發，你下到錢哦，你自家囡仔嘛？阿公，唔得人去同阿爸講話，冇禮貌。出氣啊！啊，樣啊，咁當健啱嘅係嘛？同阿爸講話嚟講嘅啊，一對喎。 小可的前天做挨傷腦筋，跟木主啊看開眼條誒，跟做生意本來做投資啊。媽，你看啊，你這樣人啊，爸讓你花錢哦，唔好賺錢啊。也個應同阿爸使錢啊，唔是唔插啦。嗱，安尼無睇無勢嚇，我終於要開船啊，同講。 而家條漏到眼口定照解啊，唔係咯嚇！我希潛忌飛呢啊！佢做太人貨咧，人咧講打敗都本人強嘅啊！而家講錯冇啊！我同而家講嘅，講唔會談。阿處理。奇怪，有很多錯咯。
凶哦！猫王啊，我离你越来越远。亲爱啦，我厝边还无伫迄零件，也拍片等警察局的啦。你阿公，迄警察局放爷爸出来啦，无所以放爷爸出来。阿强，阿问起好的啦，唔先去放爷爸，也要讲读书，好吗？哎呀，我本来想5分钟就嘞。我等一下伊卖菜，又要去工厂做事，讲以后我讲无好啦。无吼，免看我叫人弄啥。好啦好啦，我去报去啦。还有啥人？大周都冇精神。你昨晚不做菜嘞？哪有啊？我那开怪头诶，娘妹当辛苦哦。那落实嘞，我和娘妈妈笑。唔会啦。唔会。前2日有上课嘛？冇啊。有打演场嘛？有。仲当咁讲啊？我没看到娘妈妈面子上啊，我做都痛啊。这边。哎呀爸。来啊。哎，老外，安怎话啊？前面看人平平客家人哦，那伊按好本播出来。天啊，跟孩子同朋友打麻将天天，本隔壁连杀剑机，我当水了。哇，挺专一吧？哦，好嚟啊，摸咗了哦。啊，唔啦，係咪摸上來？真係啦爸，行啦，什麼啊？阿爸，對你開嘅啦，多教我娘啊，來到你啊，嗰個湯圓圈花。乜嘅捱開嘅？捱真係本然開嚟，你講緊乜嘅花？唔講嗎？交關錢也麻煩。係啊，快啲嚟，見本人家天作呼唔到，我先知啦爸。早啊，同学。迟到，又爬墙，那就罪加一等，记大过一支。教官，干嘛这样呢？我都自己蹲跳了，不要罚那么重。哼，你还跟我讨价还价？不服管教不该罚吗？我看啊，校庆比赛你也不用去了，你给我写3页悔过书，好好反省一下。莫干啊！你嘅表演本人氣少踢了。冇辦法啦，教官早就看俺唔順眼咧。這好成哦，要本牙爸一鬧下去，根本呀，我最衰就錯咧。呀，就慘咧！我前見到妹妹來看表演，阿種其實啊，唉，我看吼，鐵熱啊，然後前面前線上啊扮救兵，
拜托见哦，去讲亲啊！天意啊，阿强啊，你的琴高管哦，留给费斯里啦。我真无去去咧，迄个结果就有才记啦。高清表演算乜解？去小踢就去小踢啦，下二摆汉强要无机会哦。汉强的高清表演猫王，我看你哦，罗出网还差不多啊。对，赌场被抄了，我现在手头很紧，你今天一定要还我钱呐！还钱？哎，我什么时候跟你借过钱了？我不管，反正你今天一定要还钱就对了。亚美竟敢打我老爸！阿强啊！阿爸，吃饭了没？哎，慢来啊！你开门开下先啊。哦。哎，蔡警官，就是他，我要告他伤害罪。什么了？蔡警官，这个小流氓啊，把我打得全身都是伤啊！阿耀，这是你干的吗？蔡警官，是他打我爸哎，我能不管吗？你讲嘛个人太伤啊？妈，阿强哦，大概让人啊，两个让人哦，我勾起啦。啊！哎，拜托，莫故意好冇，生意人吼唔止条钱呐，哎呦，本身吼唔要快啊，我很以后老唔会死你吼，会死你啊！哎，拜托莫故意啦，好冇？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反正你再怎么样的求情啊都没有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欠钱还敢打人，这还有天理吗？龙伟，你给我滚出来！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投资你爸爸的生意赚了钱，我只想拿回那10万块钱的红利，可是啊，你弟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给打伤了。我爸现在欠你10万块，妈，爸欠你10万块了。哦，10万块呢？你为什么很多钱啊？哪有这种钱的？哎，老沈啊，哎，你这样很没有良心哦。哦，哎，当初投资赚到的钱，本金红利我都已经给你了，你还因为要谢谢我，给我10万块的红包。哎，你现在自己手头紧，哎，还要这样把10万块拿回去？你不，按懂我书信用了。老沈，真的有这回事吗？老沈，这就是你不对了，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啊？你给出去的红包还可以要得回来的吗？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要再闹了。阿娇，你快拿出来说。俺用地几个人啊把事实，俺看见人来把求来求去，俺就追落去啊！你点点啦，你答应都还唔错。哎，叶位先生，佢约嘅錢，我會賠本啦，好冇？係拜託，莫故意，原諒佢好冇？拜託啦！老沈，算了吧，大人是何必迁怒小孩呢？更何况小罗是为了保护他爸爸。息事宁人呐，更何况罗太太啊，都已经答应付医药费啦，误会一场了。啊，好，算了。想当年成功记。校庆哎，我是请你来帮我鉴定那阿潘的啦，你不要吃，等下再吃啦。好，我知道，我也很想知道是谁勾着我们四川美女的心啊！啊，哪有什么勾不勾啦？老板，先给我一个糖葫芦。哇，好香哦！老板，我要小笼包。哎，好吃的热狗1只5块哦，好吃的热狗1只5块哦，来哦。
小罗，你们是怎么啦？怎么这样无精打采啦？哟，都怪小罗啦，他顶撞教官，被记了个大过，现在连表演都被取消了。啊，这样啊，那也没办法啦，开心点嘛，我请你们吃东西啊。哎，这个是什么啊？哇，芒果青哎，给我一包，一起吃啊。啊，这什么东西呀？绿绿青青的，不敢吃。你尝一下。那给我来一个这种好了。哦，好啊。来。哇，是用什么东西炸的啊？炸成这副德性。5块钱。你们真的不试试看吗？很好吃哎！之前罗妈妈有送给我们吃过一次，一下就吃完了。啊，还是美女是货。这种好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懂。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对了，哎，教官说不让我们上台唱，没说不让我们在这唱啊。我们就在这里唱。好啊，好啊。我们 rock and roll，come on。 Well, it's 1 for the money, 2 for the show, 3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stay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来永久记得礼拜嘅教庆表演，解放时来正经吃到这家做着枪猫王腔样，出名穿台前，本木卡嘅成法。 枪边技术中央，叮，手边做有钱人。第一啦，演冲逼，演慢成功。第二啊，阿强嘅反身枪，全部卖枪枪嘞。第三啊，你看，很多反酸呢。哎，我给我开数哎。哎。 哎，老鬼啊，你在做乜嘅啊？嘅反手又係咪數？哎，用炸我太過分嚟啦！哎呦，冇啦，任急嘅咧！哎呦，冇炸你啦哦！哎，你娘啊娘，娘咗本來咪做反身牆，嗌咪做啲反身牆，結好實哦！哦，唔炸啊！係咩冰凍片片，唔當就本阿強嘅咩做反身嘅槍啊！美女，當我識嘅，做好就送俾你就好啦。 哎，唔好笨懵你啦，連中意喺阿鵬唔興啊！哎，唔好直接嘅考慮啦，我落去做你哦。唔好出面對啦。出阿鵬，喂，好啦，定係啊！阿鵬，定係啦！阿鵬，定係啦！ 阿強，你有看到美女嗰件貓王嘅錄音帶冇？用嘅。我記得明明放落書包，專呢張放落糖，殺錢冇？很奇怪嘅，殺錢冇嘅。為到阿鵬幾位冇？唉，我問過咧，就係冇裝嚟錢你啊！奇怪。你快睇咧！嘅美女愛搬阿鵬嘅東西，你唔見睇，
美女夹把手动学哦，我老你讲，蔡警官会终于错干的啦。啊？哪有很夸张啊？快帮我想一下，厚厚一件录音带，怎么会突然间不见呢？哎，芒果，我想到了，一定迄客书的底下跌贴嘞。阿强，快陪我去找啦！你看到冇？冇连只样都冇，我看哦，手跌到树下尾度哦。我看应该就跌到围墙度。你自家跳落去看呢？我哟，安咩？哎，咁贵啊！你是条像条龙腔样，客树大体热，俺不要变条虫了。啱啦，哪里？甭来！是谁在偷我家的芒果？给我下来！听到没有？给我下来！老外，给个走啊！给个走！快一点！快点！是你呀！是你！我觉得阿潘好像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耶。什么意思？唔系用的呀，哈？哈？你个六细棍啊！走啊！他们是谁啊？为什么要躲他们？跟你说了也没用啊。有人默默为我加油，关心着我。假使会晓就从来踏查，做出条件，希望会晓就我心态和喜期待曾有的快乐，会晓就幸福的童年，会晓就强悍的路，就算连一刻的神发觉知，有一片天空，有难同当，会晓也会有福同享。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到时候别忘了跟我 say hello。